空间不够了，要荧幕录影，然后把它删掉。
用你国小的篮球球，表扬国小的图书馆，咱顺利活动中心把有补助落来。我想足济是我即当日子，我莫讲上济，一个议员争取，伫咱溪北，我想关只朋友来，到194年12月30日，咱的人口减16792字，中间建设大清镇为咱溪北拢要咧做，咱溪北市正面面路便利化，所以咱有需要一个正好的立委来做啊。这个立委是啥？大家拢知影，严天有咧做代志，严明天有咧做代志，后尾人请举手者，咱其他一切看法有咧做代志，严明天有咧做代志无？当然有人讲徛起啊，后尾别当讲伊无咧做代志。可是我自身也火车站来讲好，讲足久啊，结果也无做。最近讲要做啥？讲要谈后火车站要投4000万，过甲暂时拜托伊做代志，讲做袂好，讲要做后火车站，我是感觉真可惜吼，因为我时间是10分钟，后壁足济贵宾讲，我感觉敢若推荐咱的黄美芬，而且我时间少，咱决定5点就要结束啦吼，咱莫讲伤济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多谢。咱后悔啊，咱家己是了无恁所需要的建设服务，有甲咱完成无？表现有赞无？继续支持对不对？咱后悔啊，伊即届有特别咧推荐中央，伊若有一个立委的好朋友，当选，伊会要甲咱服务，伊就讲哦，如虎添翼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叫啥物名？洪水官，对不对？我大家报告，一个立法委员，只教努力菜市啊，努力体育场，甚至还要看是风足大，努力17路口一个帅哥，拢伫遐甲咱斗。伊有即款精神，伊若直接甲当选，伊有即个精神，甲咱服务，安尼就对啊，你讲对不对？咱离即个路口，拢有看到即个帅哥吼，咱阿坤啊，伊进选前，伊就甲咱斗，选后伊就甲咱服务，有爱有成本的即个精神，所以正月16，下礼拜拜六，咱一定立委支持几号的？1号的吼，真重要吼，咱后尾啊有特别甲我讲啦吼，讲有一个救护车叫做119，这个是咧救人拍火的吼，即马要来救咱这个国家吼，总统来1号的朱立伦，立委1号的爱黄瑞坤，这个政党票9号的叫做中国国民党，我嘛各位大家下当伫遮安定伫遮生活，一定要支持119，万事拜托，万事拜托。这个选举，咱想咧办艺术吼，这个笑者，咱请一个一个笑
萧碧玉，福德社区总干事，点青山。